欢喜好新闻来看，宜兰圣庙护专的学生放学拄到车祸，因来发挥着因所学救人一命，民众拢真懊恼。等一下，他这只手不能动哦，他这只手没有办法举哦。车祸现场真紧急，宜兰圣母护专的学生冷静替患者处理空喙。忍一下，忍一下。救护车赶来到现场了后，消防人员把发生车祸的患者扛去探架顶，加在有圣母护专的学生，先改做紧急处理。 到现场就开始先评估伤患的一些基本的生命真相，这蛮紧张的，因为毕竟就是第一次下去做。伫咧圣母学校有初级救护技术员证照的学生，有一个紧急救护军组，学校附近有需要紧急救护，因得透过军组通知。即马真侪学生已经参加过救护，学生佮家己买抢救包，佮闭落去，记录抢救的过程，留咧后摆做检讨。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很棒啊，把自己在学校或者是师长教的东西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上。 主动参加救护，就是希望会当甲愈侪人斗相共。圣母护专的学生勇敢救护的精神，值得大家来学。学校嘛用技工的方式奖励这位同学。